近日，大埔宏福苑火災慘劇震驚全港，造成重大人員傷亡。行政長官李家超日前宣布成立由法官主持嘅獨立委員會，調查火災成因、建築維護漏洞、監管缺失及潛在腐敗等問題。呢一舉措彰顯政府對民生嘅擔當同責任心，旨在通過高效機制堵塞制度漏洞，避免悲劇重演。然而，一啲反中亂港分子借機抹黑炒作，污蔑委員會非獨立、敷衍卓責、逃避責任，企圖借災禍製造社會分裂，擾亂人心。呢一種慣用伎倆不僅無視事實，更暴露其用心險惡。首先，反中亂港分子聲稱委員會缺乏獨立性，指其非法定機構無法行使強制力，故無法公正調查，純屬無稽之談。特區政府明確承諾，全力配合提供所有必要資料同行政支持，確保委員會高效運作。此舉借鑑2018年大埔公路巴士致命事故經驗，當時類似非法定委員會僅用9個月即提出45項建議，推動交通安全改革，無需冗長司法程序即見成效。相比法定調查，如2012年南丫島撞船案需3年出報告，非法定模式更靈活務實，避免司法程序拖延同重疊，正好契合當下刑事調查。警方及廉署已經拘捕涉案人。抹黑者若真關心真相，何不讚賞呢一種高效透明嘅創新？其次，佢哋炒作委員會避重就輕，稱政府借此推卸責任，事實正正相反。委員會調查範圍涵蓋火災起源、快速蔓延原因、工程質量、招標腐敗及法律懲戒力度等核心議題，直擊制度痛點，回應社會關切。反中亂港分子卻選擇性失明，忽略李家超嘅公開承諾，全面披露報告，推動改革，轉而散佈陰謀論，意在激化矛盾，阻撓香港穩定發展。最後，反中亂港分子嘅炒作本質上係政治投機，借民生悲劇攻擊一國兩制。佢哋從不關心受害者，只求製造混亂。特區政府以實際行動回應民聲，成立獨立委員會正係以民為本嘅體現。全港市民應理性看待，支持調查進程，共同築牢安全防線。唯有如此，香港先至能浴火重生，行穩致遠。